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月冬节多少圆，无讲是冬节。头前迄句话的意思是讲，有的人爱食圆仔，未到冬节就会烧圆仔。后壁迄句话无讲，就是和风的意思。照台湾的风俗，当年的冬节拢爱食圆仔。英国的人拢是家己做的，无像即马拢是要变的较济。即句话就是咧比如讲一个人拄着伊介意做的代志，当机会若来，哪有可能会闪忽过？以上感谢收听。